Hello， 大家好，我係阿 Rock。話說6月2號咧，我出咗一條規劃嘅短片之後咧，有位觀眾咧 Justin 就提及咧，佢高宏苑就嚟收樓咯。首先恭喜佢先。我 check 翻記錄咧，原來高宏苑 B 座咧今年嘅6月30號咧就係關鍵日子啊。咁我就喺度諗啦，如果由零規劃開始講起啊，阿 Justin 入住之後啊，我都未必講到咧去到有關裝修開始之前有用嘅資訊。我不如就插咗隊咧，先講咗我屋企裝修前或者喺報價上面容易忽略嘅細節啦，以及咧裝修物料同後加項目部分咧同大家分享嘅。各位觀眾可唔可以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俾啲支持我同埋動力咧去完成今次呢一個系列啊！多謝各位。有機會忽略或者可能係後加項目部分 Part 2，就係講一啲有關裝修基建嘅規劃。訂做木製家私嘅造型嘅內容，我哋一齊睇睇啊！淡水喉目的為咗未來咧有機會裝呢個智能廁板啊，咁所以咧喺規劃定嘅時候都要講清楚水喉嗰個工程嗰個部分入面咧，需唔需要額外加錢去做呢一條水喉咧？咁大家都要講清楚。咁做得條水喉，咁梗係要做埋個電掣啦。因為電動廁板啊嘛，應該要加錢㗎啦。大家事前就大家講清講楚咯。如果唔係做錯或者係再翻手做嘅時候咧，係做唔到啊啲電掣或者係呢條水喉㗎啦，做唔到㗎啦。燈掣拉 N 線，咁佢嘅作用咧就係幫你將來用呢個智能家電啦。咁因為啲燈掣咧要有條 N 線嘅，因為每間公司個收費都唔同啦，咁大家就要同啲師傅傾清楚。不過咧，我嘅建議咧，如果你係全新裝修咧，你都好拉啲 N 線啦。咁日後呢個智能家居呢樣嘢咧，其實未來都一定係趨勢嚟㗎啦。咁所以咧，做好過唔做啦，之後再做咧就麻煩啦。木櫃額外造型嗱，例如咧，好似呢啲圓角咁樣啦，跟住呢啲我會加咗啲五金配件落去啦，有啲五金嘅修飾條落去咧，咁其實可能都係要加錢㗎喎。咁咧，大家就要同呢個裝修公司咧傾清楚，如果有呢啲額外嘅造型咧，咁啊要加幾多錢？木櫃加燈帶除咗外形之外咧，其實加燈帶都要額外收費㗎啦。除咗要有呢一個燈帶之外咧，咁你都要有電掣俾佢先至會着燈啊嘛。通常都會連隨做埋電掣嘅，就貨供你呢一個燈帶嘅掣發光。咁所以咧，除咗燈帶要收費之外咧，其實就都要做埋電掣位。木櫃玻璃面造型嗱，其實咧呢啲玻璃面咧係要額外收費嘅。咁另外咧，我呢度台面呢啲咧玻璃啊，黑玻璃啊、白玻璃都係要收錢嘅嚇。咁大家就要同裝修公司傾清楚啦，或者去考慮清楚啦，需唔需要做玻璃嘅造型。地台鋁角條，咁點解我會安裝呢一條鋁角條呢？就係因為咧，我呢個地台係主要嘅出入通道嚟噶嘛。如果我唔安裝呢一條鋁角條呢，即係木櫃嗰啲邊條呢，就好容易會甩出嚟啊！亦都要喺香港買啦，因為喺網上面買啦，咁個運費又貴啊，係啊，仲貴過嗰條呢條鋁條嘅嗰個本身價值。喺香港買啦，砵蘭街度買啦。咁盡量就襯翻嗰隻顏色啦，你唔襯翻又得嘅嚇。電動床膠咁都係要額外收費嘅，同你嘅裝修公司睇下有冇呢個需要啦。冇嘅話，通常都係一般嗰啲唔係電動嘅床膠。我因為呢張係米5床，咁所以咧都係整咗一個電動床膠會穩陣啲。咁大家可以選擇做定係唔做啦。不過咧，做得電動床膠就係要有電掣嘅，大家又係唔好忽略啦。牆身木廊及安裝冷氣部分嗱，因為裝咗呢啲木廊咧，其實係應該會額外收費嘅，因為你裝完個木廊又要有油漆嘅，咁通常都會師傅都會計錢嘅，最好你都計埋落去就會好啲咯。安裝冷氣部分咧，最好外判出去啦，最好就去揾嗰啲屋邨電器鋪啦，咁佢哋都裝開嘅，咁所以就會穩陣嘅，又唔係話貴好多。專業嘅嘢留翻俾專業嘅人做。至於呢啲 PVC 膠喉，我都係加錢要冷氣師傅去裝埋嘅，呢啲都係 cost 嚟嘅。
木門改色、換門鼓呢一啲嘅防盜，咁咧其實都係一個 course 嚟㗎嚇，呢啲都屬於後加項目。咁其實最好咧都諗定點樣做啊，咁啊都有一定嘅工序嘅。咁大家就同裝修公司或者設計公司傾清楚個收費係幾多，你咪預計到我哋嘅報價單，最後 final 埋單幾多錢。好啦，睇完以上嘅內容，我為呢條片作出總結。喺裝修規劃嘅部分咧，業主或者戶主未來想安裝智能家電，喺裝修之前咧就已經同裝修公司或者設計公司咧規劃清楚啲電掣位咧要加 N 線，方便安裝智能家居。至於呢個廁所區域咧，可以喺馬桶嘅位置咧先安裝一條淡水喉，同埋要規劃定電掣位，為日後可能會安裝呢個智能馬桶咧，亦都做足準備。至於訂製木製家私造型嘅部分咧，有啲特別嘅造型，例如圓角啊、加五金配件啊、玻璃面啊，或者係一啲櫃門鉸嘅升級咧，都可能需要同裝修公司或者設計公司咧事前作出溝通，問清楚有邊啲嘅項目咧係需要額外收費。另外，燈帶或者安裝一啲電動床架啦，除咗配件本身需要收費之外咧，亦都需要喺基建嘅規劃上面去做翻一啲電掣位供電咧，俾以上嘅配件使用㗎。例如安裝冷氣或者一啲 PVC 膠喉啦，又或者係木廊部分啦，可能係及早咧同設計公司或者裝修公司溝通，睇下後加嘅項目部分咧幾時可以進行工程，以及收費係幾多嘅。至於冷氣方面咧，我嘅建議咧就係去揾做開街坊生意嘅電器鋪咧去購買，以及使用佢哋嘅安裝師傅咧去安裝嘅。就算及後未來有維修嘅部分咧，亦都可以更加快捷去進行維修，將風險分散。至於大門改色方面咧，因為我係自己有份落手 DIY 嘅，除咗所需要嘅物料之外咧，包括改顏色嘅貼紙啦。其實仲要包括埋安裝嘅門鼓同埋防盜器嘅，甚至事前需要準備補牆灰咧，去燙平木門本身嘅表面。所需嘅工序咧，亦都係唔少嘅。我自己亦都需要用咗2日嘅時間咧，去做呢一個木門改色嘅。咁所以收費部分咧，真係要同翻設計師同埋裝修公司咧傾清楚啦。考慮以上嘅部分，一嚟減省咗翻手做嘅時間，二嚟可以節省到人手嘅工序，從而節省金錢或者時間。業主或者戶主咧做好準備自救，防爛尾。以上嘅資訊咧，希望可以幫到各位嚟緊裝修嘅業主或者戶主喺報價單上面咧會更加精準，同埋預算到自己真正嘅裝修費用。歡迎大家訂閱、留言、讚好。我哋一齊理性討論，我係阿 Rock，多謝各位。